起来开就好。免，厝诶该弄无。我头前带歌诶时嘛，我就有试过。胃，毋是，胃，胃。对，迄个胃肠的胃，应该是爱加上胃个。啊，
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咱今仔日是咱顶半年度特别排定的福音主日有爱电的喜乐和合唱团来到咱中间吼，咱确定通真好来欣赏因所带予咱遐见证也好，诗歌也好这条咱来先锻炼再去要念的圣诗。圣诗67首，圣诗67首，我心阿乐上帝。咱来念第1节甲第3节。来，请。我心阿乐上帝，主耶念我的。秋马残风追着，强强大海怪山，显亮一大关灵应歌，仁爱公义交争。第3节，我心阿乐上帝，天的本对一家，随梦太大。暂时彰显公义稳当得胜，成功临靠对象，那存的天自由，天的高位下做一个严更归的上帝。咱过来看490首。490首，得主的人有幸福。咱又按念第1节甲第3节。来，请。得主的人有幸福，那阵忧愁真快乐。那是向阿乐饮食，满心平安真得意。为的快乐，得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去条主唔通帮你。就的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第3节，地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黑暗山谷，那地耶稣的脚步，为的家主难开路，为的快乐。得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去条主唔通帮你，就的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耶和华要带青面的行因毋捌的道路，带因行毋捌的路径。伫伊的面前，互黑暗变做光明，互弯巧的变做平直。这个事耶和华拢要行，也无放杀因。圣诗第67首，我心阿罗上帝。圣诗第67首，我心阿罗上帝。会众请起立。我心阿罗上帝，主怜悯我的病，天地万物三界音声，阿罗伊大尊名，像我苍风水转，强强我海关山。我心阿罗上帝，世间真人的病，空中会照天使出声，阿罗伊大尊名，溪水草木清水，香月月天地水，你的。心阿罗上帝，你的本对之家，水望海水看西将军，我你问安悲声，情歌领导的主，那尊你之友。请游园徛伫，同齐用使徒圣经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创耶和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交读启应文第21篇，伫新圣诗的后壁面32面。启应文第21篇，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中因感谢入伊的门，用恶路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落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
伊的信心到万世代。同心压头来祈祷。创造万美的大主宰，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正今日搁一摆自职来到圣殿敬拜，我的心恬静仰望学到你，我要来学到你奇妙的创造，因为你创造万美，互万美拢照伊的时诚做美好。你创造人类管理万项物。互阮对万美的中间看见上帝奇妙的所在，互阮对万美当中来享受主所享受的快乐。因为安尼，我满心感谢。主啊，真今日以爱用阮的歌声来学到你，阮的心情要来亲近你。因为有主的同在，阮的心情会当得到活命、安慰甲安息。主啊，阮承认伫日常生活，阮阁有济济有心甲无心的过失甲犯罪。阮是对周围的人疼心无够野，对主的信心无够，也是对头前的路无望。求你赦免阮，阁一摆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清开阮，恳求你怜悯阮。帮助我的教会，帮助我的心转到你的面前，尽力保守我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主啊，今仔是阮教会特别安排的福音主日，感谢主引带伊甸喜恩合唱团伊的脚步平安来到阮的中间，愿主赐福阮今日的聚会。特别是阮当中，若是有你所疼的行袂路的羊，伊可能生活中拄着一粒困难，也是一寡伫人看起来无法度解决的问题，走投无路，亲像痴迷的看袂到头前的路，光甲望。主啊，求你用慈爱慰虑阮，引带保护因。互伊的心灵会当看见你的真光，恳求主永远无放下因。亲爱的主，只是阮要备万心来进入今仔日的礼拜，求圣神引带阮，帮助阮用精神、心灵来敬拜你。感谢会当互黑暗变做光明的主，你的疼甲光明充满阮心。愿阮今仔日敬拜会当学到。荣耀你的名，愿你的平安甲喜乐临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圣经，今日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3节，伫周报的后壁面，请听我来读。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耶稣行过时，看见一人出世就痴迷。伊学生问伊讲：“拉比，这人出世就痴迷，对是罪犯罪，是伊本身，也是伊的父母啊？”耶稣应讲：“这人无犯罪，伊的父母也无，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所做。圣经读到遮，愿圣经，上帝话祝福因所听的人，因甲见证。咱今日就欢喜邀请到伊甸喜恩合唱团，伊要用看不见的看见来做生命的分享见证。时间到后，伊甸喜恩合唱团。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
感谢主啊，互阮有机会来到伊的圣殿来学乐敬拜咱的上帝。管是爱甸基金会内面的视障的福音团体吼我想大家对伊甸基金会拢非常的熟悉，伫台湾做不同的福音的工作，也做许多社会福利的工作。我们是伊甸基金会的盲人喜恩合唱团。感谢主，伫40年前，透过咱的创办人刘霞姊妹设立这样的一个伊甸的基金会，望透过诗歌，透过视障朋友的生命的经历来荣光咱的主，所以先有一个男生的喜乐四重唱的成立。不过伫2005年看到更多在福音工作当中的视障朋友有一份这样的热情，所以我们成立了第2个盲人的合唱团喜恩合唱团，望会当透过阮的诗歌，会当来对上帝发出喜乐的声音，甲感谢恩典的声音吼。阮这团的台语拢无介好吼，较少年吼，请兄弟多多包涵。望今仔日阮所来分享的诗歌阮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有圣灵甲阮三甲伫地，会当用咱的生命来影响这个世代。哈利路亚！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好，我是希望合唱团的若佳。继续咱第1首歌要分享，这首诗歌叫做《对主行》吼。这是咱家己创作的一首真轻快的诗歌吼。毋望大家拢会使来同心来敬拜上帝，同心来对主行。好，咱来分享这首诗歌《对主行》。一步稳稳来行，路口担当，路口主来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步一步对主行，主伫这难行。虽然咱无看见，但是咱犹原有信心。耶稣讲，伊是生命的光，伊是活命的光。希望咱每一位拢会人来对主来行，对主的脚步来行人生的路。乖主啊！敬拜你，咱的上帝，欢喜开声来唱歌来欣赏。虽然无看见，犹原有信心，你讲伊是我命。我命的歌，向前行，向前行，一步一步稳稳来行，路口等待，路口主来到。哈利路
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喜恩合唱，我是喜恩合唱团的男低音，我叫袁浩。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视力状况。我的视力呢是重度弱视，还可以看得到一些粗大的影像。那从小因为视力的关系所以我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需要花比一般人还要多的时间练习。那我觉得眼睛看不到不是一件坏事。感谢神，那个虽然眼睛看不到，但神透过触觉透过听觉让我能够跟一般明眼朋友一样能够探索这个世界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讲？我脑袋空的，对，我觉得非常感谢神就是透过音乐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人就是从小到现在就听到很多长辈都跟我讲说那个你眼睛看不到都是以前爸妈可能抹了什么东西所以你的眼睛才会看不到。我想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上帝要给我的一份礼物。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分享这首《看不见的看见》。刚刚不好意思，刚刚那个不知道脑袋一片空白。对，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可能有些明眼朋友会觉得说我们眼睛看不到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但是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的辅具像是手机然后盲用电脑这些呢都是一般的手机一般的电脑，然后再装上这个语音报读软体，那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阅读。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你们看我这个身材这么的丰满我其实是一个很爱吃美食的人。我在台北呢常常就是拿着手机那开导航，然后我就自己走到我想吃的店家。其实也不是只有吃美食就是我们去演出的地方我们也是透过导航也可以找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对，所以其实你问我眼睛看不到是不是一件坏事？我觉得不是。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来这首歌喜恩的创作《看不见的看见》，谢谢。不知道在哪一天，上帝决定让我看不见，要我带着这份礼物走进浮生，于是周旋。好像是那么一天，我觉得我越来越看得见，用我手中的二胡丝弦，黑白琴键看透世上繁华虚空，数尽穹苍春秋与月影之间。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
宽厚与好奇，都在我的肢体旋转瞬间，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带着这份沉寂的回到天父那里。我相信，我相信，一定有那么一天。不知道在哪一天，上帝决定让我看不见，要我带着这份礼物走进复生与世周旋，好像是那么一天，我觉得我越来越看得见，用我手中的二不死线。黑白琴键看透世上繁华虚空，数尽正藏春秋一言之间。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生命的宽厚与好奇，都在我的肢体里旋转瞬间，看不见的看见。带着这份沉寂的回到天父那里，我相信，我相信，一定有那么一天。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生命的宽厚与好奇，都在我的肢体旋转瞬间，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带着这份沉寂的回到天父那里。我相信，我相信，一定有那么一天。感谢主，看袂到会看见。我相信伫咱的生命当中，无论是台顶的阮四位视障的朋友，还是在座的兄弟吼，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当时会雾看无明，头前的路，就亲像目睭无方便的人共款。咱对未来毋知影的代志，拢有当时有做侪惊吓，有做侪担忧吼。不过感谢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生命的有法课。这个功课是一生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经历。继续我们来分享一首诗歌咱献歌队可能有唱过的一首刘立勋老师的诗歌《大声阿乐主名》吼。刘立勋老师在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伊讲伊的生命就亲像目睭无方便的人但是耶稣来到伊的生命当中，咱伫教会来吟圣诗的时阵，应当是爱大声来阿乐咱的主吼。我感觉咱教会拄则的圣诗唱得非常的响亮吼。我想咱的生命就是无论拄着顺境还是逆境吼，咱都应当来到上帝的面前，大声把咱的
重担来交给上帝哈，来用这首诗歌来互相的勉励，大声而乐祝命。多少路祖名，哈利路亚，也像欢喜亲像，咱一心经的有功。多少路祖名，哈利路亚，我命充满喜乐，因为主真求听通。主真理头望咱，我真把是要亲像痴迷，看袂记耶稣来到我身边，我手对我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也像欢喜亲像，咱一心经有功。大声呼乐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命充满喜乐，因为主真叫咱。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觉得我们人生真的很常会遇到一些不同的挫折跟挑战。就像我们其实虽然看不见，但是其实常常都要面对这些的困难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像我自己本身是学声乐，然后现在在读研究所，然后其实在大学跟研究所的过程当中，就会很常要遇到说要怎么样可以表现得跟明眼的朋友一样，其实会面临到很多的压力，但是其实从视力退化，因为像我是从国中的时候视力就很快的恶化，但是到后来到启明学校，再到大学，其实有不同的环境的转变因为在启明学校大家都是视障，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到了视障的学校之后，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的问题不是来自于视觉障碍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你能抱持着一个喜乐的心去面对你的生活每一个面向，其实我们视障也只是神带给我们很大的不一样的考验跟试炼那当在这个
表象的试炼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在神给我们的很多的礼物。我相信这就是神带给我们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我们活出神的爱跟神的恩典。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首歌曲是台语的歌曲，叫做《切肯哇》哈。我觉得我们的每个人的存在其实都是最独一无二、最与众不同的。其实我们都应该活出神给我们的最独一无二的生命，带给大家。谢谢。轻听主的声，我伫这，我伫这，主啊切肯我一生要军队，主啊三人行，我要唱出我路的声。有困难，有艰难，有平安，我的主牵我手，引带我的路。伊心中上大的福气就是主耶稣。哦，主啊，请你切肯我。就是主耶稣，哦主，请你切肯我，伊心中上大的福气就是主耶稣，哦主啊，请你切肯我。我伫这，请你切肯我。感谢主哈，就亲像这首诗歌，我们来甲大家分享的。咱的生命有困难，但是咱有平安，是因为有主伫咱的生命。伫目睭无介好的当中。咱阁会当用声音，用无共款的上帝所赏赐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生命来回应上帝，是何等的有福气哈！
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像我的家其实很感谢主能够让我能够认识这样的信仰，但是在我们的学习也好，工作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不同的阶段，也有许多的生命的风浪。但是这首诗歌教导我们，海水会干，石头会烂，有主的疼痛，咱一生就无啥物好惊吓的哈。带来这一首诗歌，如果大家会唱，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若是有你伫我的性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遐。风雨遐尼大，空也遮尼宽，有你同在无忧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卦，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卦，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心甲你念相爱。邀请大家来哦，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遐。风雨遐尼大，空也遮尼宽，有你同在无忧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卦，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疼痛无变卦，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心甲你念相爱。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卦，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疼痛无变卦，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你念相爱。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爱。
家主念祝哇，感谢咱的上帝。我用简单的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我的生命真的是非常抱歉，我的台语无介好就用华语的方式。我本身自细汉感谢主会当伫教会的家庭来出席很谢谢上帝把我放在教会的家庭中。那时候妈妈讲，伊迄阵怀孕的时候最爱听圣诗以前有那个圣诗的卡带所以就是一直听，所以她说我现在喜欢唱歌，应该是这个上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带着我来唱诗歌那其实出生的时候很感谢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那个弟兄姐妹到我们家来探访。就观察到我的视力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其实我的外观真的有时候会很容易被误会是看得到的。就像最近我爸爸生病在医院，然后那个看护常常叫我去帮忙拿什么东西来，但是我的视力常常不好，我就说我眼睛不太方便。过去的我可能连表达自己的困难都是不敢的但是我想，因为上帝的爱在我的当中，我能够重新的认识他，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全，让上帝来成为我生命的帮助。那所以我在小的时候，父母并没有觉察我的视力跟一般的孩子有不同，外观看起来好像看得到的样子但是牧师真的是有独特的眼光，就说妈妈伊的目睭可能无介好，我摕米仔予伊的反应拢较慢所以你爱带伊去病院检查真的很谢谢上帝差派这么多的天使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就到各个医院去检查，盼望能够进一步的治疗妈妈讲如果要借钱，咱嘛会使来开刀看会当开刀了你的目睭会金起来但是一次的期待又一次的失望因为在目前的医疗对于眼睛的治疗非常的有限咱拢看电视讲换个眼角膜、水晶体你的目睭就会好起来其实眼睛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器官，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病症，有视神经萎缩，有视网膜病变还有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医疗的部分所以想要进一步的治疗是不太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开刀我的视力状况是在视网膜病变这个区块，那这个视网膜上面呢，有非常多的神经血管是没有办法开刀的，就像我们相机的底片坏掉的状态一样。感谢上帝，我能够这么早就开始经历视力的缺陷，但是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不知道怎么样用上帝的爱来带我甚至要怎么样来教导我那忧虑的是我的未来要怎么样走在这条上帝预备的路当中呢所以在我求学这个阶段，我的母亲是非常的担心但是她有一件事情，她时时刻刻记住，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我们不知道祷告上帝会怎么样垂听跟带领，但我们专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让上帝来引领我们的路。感谢主，让我们后来有机会知道有一所特殊的学校叫做启明学校早期在小巨蛋这附近后来搬迁到天母。我在那边有长达12年的学习在当中怎么样在视力缺陷当中可以独立的生活，用盲人的点字，还有盲人的辅具在我那个时代是没有电脑电脑好像我国中才有，这样暴露了我的年纪那时候我们就是透过点字阅读然后这个生活的训练，来让自己没有在家里的环境当中也能够适应得很好。所以我国中就开始接触音乐唱歌弹琴
其实在这个特殊学校呢，是一个非常好奠定我们音乐学习的环境。因为在这个学校当中，有非常多的视障的学长学姐很喜欢音乐，所以我们在学校其实就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熏陶哈。所以其实时间在高中的时候，我必须决定是否升学。这一件事情对我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当时的我并没有音乐的就是专业的背景。那要考到音乐系，其实是非常的有压力啊。第一个是要花很多的钱哈，让家里负担很大，让我去恶补很多的课程，像是主修啊、钢琴啊、乐理啊。在当年的学校是没有提供相对的一些音乐的训练，只是有音乐课啊，然后有一个社团这样子。那当时的视障朋友多半也从事按摩就业的打算，因为其实按摩这个工作是视障朋友最直接也比较容易可以直接进入职场的一个媒介哈。但是我妈妈觉得我很喜欢唱歌啊，爸爸也鼓励我，所以我就决定继续升学。我非常感谢当年这个决定，让我能够进入大学。不是我之后能够成为一个音乐服侍的人，而是我真的能够在这个大学当中遇见上帝哈。当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遇到许多学业上面的困难，就像刚才昌勋说的，他在一般的学校里要努力的去告诉别人，视障朋友他一样能够跟一般的学生一样，这样的一个意念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突破，是一个困境，当然也是一个压力哈。我在大学的时候就能够完全的体会这个刚才昌君所分享的，因为你很想要证明自己好像跟别人是可以一样的一个水平，所以你在学业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好，那有的时候又不好意思告诉家人，这种心情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再加上那时候我考的是文化大学，在阳明山，所以我家住基隆，所以我常常需要去克服怎么从自己的家到学校或者从学校的不同的课程当中来移动，更不用提在班上的人际互动是非常的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的个性其实是非常内向，也是非常都闭锁，也不敢开口寻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学业也好，人际关系也好，对我来讲都是一个突破。好，但是当时的我觉得好像虽然小时候有来教会，有听诗歌，可是上帝好像就只是爸爸妈妈陪伴我的一个安慰剂一样，我就有时候就跟他们去礼拜。上帝好像跟我是没有什么样的关联性，直到一次特别的聚会当中，我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断的邀请我进入教会当中。我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我真的发现我自己是一个需要上帝的人，因为过往的我可能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方式，还是能够完成学业，能够做我想做的事情。可是我对于我的未来，我为什么上帝让我看不见我的将来？我有一堆的问题跟疑问，我不知道谁能够给我解答。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一句圣灵的感动话语进入我的心，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路，上帝的意念也高过人的意念。也就像今天刚才思慧也分享了这段以赛亚书很宝贵的经文，我们的上帝是使盲人走在他未知的道路，是走在他们未曾走过的路，要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的路变为平直。我们有什么样的确信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引路者。在那次的聚会当中，我重新认识我自己的有限，也跟上帝说，原来我这个自己依靠自己的这个毛病，也是亏欠了你的荣耀。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说主啊，如果
未来你要用我，求你开我的路。我对我的未来完全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安排我前面的路。求你赦免我这一个小信的人，让我可以走在你这一条永生为我预备的路当中。感谢主，让我真的经历神的带领，让我毕业之后进入了伊甸的团队。那并且在这10多年当中，从团员然后陆续看到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到当中也承接了团队的工作，让我能够带着喜恩合唱团到各个地方去分享诗歌跟见证。刚才非常生涩的元浩跟昌勋，都是我们在这3年当中新培养的福音的弟兄姐妹。很感谢主，把这些有音乐恩赐的弟兄姐妹带到他的面前来，用他们的声音，用上帝你所赏赐的声音来荣耀你。对于学音乐的人来讲，有时候要放下自己的这个才华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我们人在自己追求的一些事物当中，很容易觉得这就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这就是我与生俱来的。但是感谢主，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摆上时间，分别为圣，让他们的声音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我真的为此非常的感谢主。我想这段约翰福音的故事告诉着我们，这一群看不见的人到底是谁犯了罪？这常常是我们一生的疑问。在传统的信仰当中都是这么说的你上辈子犯了错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才会导致眼睛的失明或者你的父母犯了罪。我想不管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还是在台湾的文化，这是相通的。对于身体有一些缺陷的这些的宗教的早期的观念都是相近的，但是耶稣却要告诉世人，不是这些，而是要在这些特殊的人当中去彰显上帝的大能。我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经历神丰富的恩典，也很感谢主弟兄姐妹的鼓励，让我们可以带着大家的祝福去关心更多的人，无论是监所、医院或者学校，我们走遍各个地方，为的是让上帝的爱继续传递出去。那我们也在周3的时候，特别成立一个视障的一个崇拜的据点非常开心。今天在当中有看到素女姐她就是周3都非常的来到我们的聚会，对。对，他成为我们很好的属灵的伙伴我们在周3早上会有这样的一个聚会，陪伴一些中途看不见的朋友，或者是说他在6日真的是非常在做不同的工作的领域，很难有稳定主日的环境，能让他们有机会来到当中受装备跟造就。也盼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我们目前福音的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段短片《万丈光芒助盲包》。
看得见，看不见，或许只是一瞬之间，然而我却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面对。根据统计，失明人口中约有80%是后天失明者。失明原因以糖尿病、高度近视、意外伤害等最为常见。在失去视觉的当下，视障者也同时面临生活不能自理、行动不再自由、工作无法胜任、经济顿时依靠的窘境。导盲杖是盲人的眼睛。正确的使用盲杖，不仅可以辨别前方障碍物，自由行走，更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手杖就像是我的好朋友，带给我非常大的安全感。有了它，搭配定向行动的训练，即使我一个人出门，没有家人或者朋友的陪伴，我也不会害怕。我们现在练习用听写来输入文字讯息。以后我就可以传讯息了。以后我就可以传讯息了。传送，按右边往下就可以直接读到 Word 档的内容。视觉的缺损曾使我们沮丧、迷失，但来自社会的接纳与肯定，让我们以音乐将喜乐。然而，在世界各角落里，还有许多盲人正等待着一双手、一支盲杖，帮助他们走出家门，走出黑暗。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好朋友，我紧紧拉住了他的手。伊甸喜乐传播中心自2005年起展开万丈光芒助盲包世界巡回感恩音乐会，透过盲人合唱团的歌声传播爱与喜乐，借此募集各界爱心制作盲杖，并捐赠给世界各国偏远地区的视障者。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送出超过4200支盲杖。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邀请您加入伊甸基金会万丈光芒助盲包的行列。一支盲杖，一个希望，奉献支持，让爱发光。是我们目前的一个视障的服务，透过这些辅具透过手机、电脑的一些训练让视障的朋友能够跟大家一样，可以能够互相的连结。那也盼望大家为我们的事工来继续支持跟带导，让我们可以带着大家的祝福去帮助更多需要的视障的朋友，也让我们在周三的这个聚会可以一起继续关心一些可能不容易来到教会的朋友们，让他们有机会听见福音。最后，我们送上这首诗歌《管兄弟就合力》。土
地祝福你，伊的喜乐伫你心内。我要替你祈祷，予你充满心心平安。上帝真正听你到永远，伊真叫望赞你到完全。我要替你祈祷，逐时刻替你来祈祷。愿上帝祝福你，伊的喜乐伫你心内。我要替你祈祷，予你充满心心平安。上帝真正听你到永远，伊真叫望赞你到完全。我要替你祈祷，逐时刻替你来祈祷。替你来祈祷。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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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上帝真正听你到永远，伊真叫望赞你到完全。我要替你祈祷，逐时刻替你来祈祷。愿上帝祝福你，愿主祝福你，愿主祝福你，愿主祝福你。愿主祝福你。愿主祝福你平安。阮的分享到这，将时间交予教会。感谢爱电气温和下手团带来遮水的歌声，互阮亲像伫天顶一样。煞遮，咱要用换咱来回应，咱做伙用回应诗，信诗第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信诗第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会众请起立。对主的人有幸福，我做忧伤真快乐。逐时刻我无掩饰，满心平安真欢喜。每天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跳跳大欢喜，祈祷中通望你。
帮你最的快乐，永远他的主快乐。请坐，奉献，请书汉的同工。会场请起立。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旧报顶面，请为着第一点，愿上帝荣耀甲作为，拢会当伫阮的心上，互显明出来。第二点为咱的集体，包括陈金子、陈王兰、洪前之、陈德明、刘秋敏、庄宝玉、陈丽水、刘淑珍、谢丽慧、吴艺梅、杜昭、陈秀荣、林以诺、郭仁吉、林文成、刘慧忠、李碧莲、张宏龙、萧煌信、黄静茹、李雅娜、陈怡君以及赖胜雄弟兄。第三点，为台湾民主宪政的体制会当愈发成熟，原主的智慧甲公义的权能保护台湾。第四点，为世界甲地方的冲突甲战争祈祷，愿所有送向的人都会当进入避难所，看见伫基督内面的愿望。这是当心三个阿斗来祈祷。
听下爸爸上帝，感谢你的引带，互阮今日会当看伫，虽讲是前面的人，也会当来学落你。阮羡慕因的心情，因为虽讲因身躯有欠过，总是因的心情甲你相共我。求主保守阮正兄弟都会当相加来彼此激励，伫主的内面。伫你面前，阮谦卑献上阮的祈祷。愿主的荣耀毋但伫喜恩合唱团，嘛伫阮逐人的生命中显明出来。阮正兄弟姊妹会当伫听堂的内面，领受丰盛的恩典，引带我头前的路。主啊，阮今日特别为阮的教会集体来祈祷。阮拄仔有提名足侪阮的兄弟姊妹，无论是身躯病痛，还是心灵的软弱，拢求你亲自医治甲安慰。愿你的医治的大能临到因，互伊的心灵都得到完全的恢复甲力量，会当重新倒来教会，徛伫你的面前，满有信心的生活。主啊，阮也为着台湾的民主制度向你祈祷，求主互阮的民主搁较深实，互台湾伫主的智慧甲公义的权能保护内面，继续享受和平甲繁荣。愿你的智慧充满伫阮的领袖，互因会当做出政治甲下移的政策，带领阮的国家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主啊，阮也为着世界大家方的冲突甲战争来祈祷，求你和平临到遐受苦的所在，愿所有丧乡的人都会当找到避难所，伫基督内面看到毋茫。求你的听甲光明赶走黑暗，互遐因为战争受苦的心灵得到安息甲活命。主啊，你是和平的君王，你的听赢过一切仇恨甲纷争。求你帮助阮，成做和平的天使，将你的听甲毋茫带互周围的人，成做这个世界的光甲盐。这时，阮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同时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日死，就叫阮脱离去的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咱首先来看教会消息有4点。第一点，本主日是福音主日，感谢特别今仔有邀请阮拄仔有听到爱丁西恩合唱团吼，歹势我台语嘛无较好吼，用诗歌甲生命见证上帝作为吼，咱拄仔拢有听到足水的歌声吼，真侪拢是阮信歌队有唱过的吼，因唱的时阵真正是亲像。咱是天才咧唱歌的，我真正足幸福。好，所以礼拜后会当请大家来因1楼的招待桌会有 CD 吼，请大家做伙来斗阵帮咱伊来下架，好无？大家来做伙来买。好，互安尼水的见证当继续传扬。好，第2点。请各团契会长伫6月16号进前提交第3期的复赛排班表，互干事经理。第3点，
这顶礼拜咱最近拢来说明吼，就是个资法的规定吼，从6月开始，这个月开始吼，就保定的奉献明细无搁公布全名，啊，约定奉献嘛无搁公告伫教会公布啦吼，所以其他相关的事项拢爱照这个资法的规定办理啊，请大家来体谅。第4点，6月18号，就是下礼拜吼，如此晴空有限公司要伫本堂的1楼进行2手衣义卖第2次吼，所以义卖所得将会扣除成本，要奉献伫教会宣告基金啊，详情张贴于公布栏，请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团契消息吼，就1点吼，6月7号就煞来的后拜五上午10点，双年团契伫4楼主会主题是脑力激荡桌游，主理是美玲会长。具体的消息，6月15号拜六下晡1点半阮熟悉的曾义胜长老甲瑞晴姐因的查某囝曾以玲姐妹要结婚结婚感恩礼拜跟杨敬燕先生所以邀请大家来共同来参与，愿住宿后带领这对准新人会当回应主恩，同奔天路。好，报告伫遮到遮，毋知今日有新朋友无？好无吼？好，奉献名声若是有错漏交的，请干事来订正。上营信息第511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因时刷请一节牧师教导，会众请起立。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愿上帝加倍伫喜恩合唱团的溃烂，同款加倍伫咱所有兄弟姊妹的身上，对即时到永世大无煞。阿门。请坐，袂倒避讳。请大家会当去1楼食爱餐交易。